今日嘅經文喺羅馬書15章1至7節。我們堅固的人應該擔當不堅固人的軟弱，不求自己的喜悅。我們各人務要叫鄰舍喜悅，使他得益處，建立德行。因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悅，如經上所記，辱罵你人的辱罵都落在我身上。從前所寫的聖經都是為教訓我們寫的，叫我們因聖經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但願賜忍耐安慰的神，叫你們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穌，一心一口榮耀神，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使榮耀歸於神。今日嘅講題係有誰未軟弱過，誰來幫助軟弱者？我哋今日咧有前石湖墟浸信會嘅主任牧師趙善勇牧師喺我哋當中，我哋將時間交俾趙牧師。大家好，聽到我講嘢嘛？大家首先感謝上帝可以咧喺西九浸信會咧喺個打風嘅一日咧嚟去同大家一齊崇拜。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咧我哋過往有差唔多2年時間咧嘅經驗嚟啦。今次咧原本可以喺現場同大家見面，而家咧喺網上打8號風球、9號風球嘅星期日早上咧同大家見面。願主嘅平安與眾弟兄姊妹同在。我多謝咧牧師邀請我有機會咧大家一齊嚟宣講神嘅說話。打風咧俾我哋有一個好深嘅體會到就係咩咧？即係其實我哋真係好渺小，甚至咧喺我哋嘅生活裏頭，我更深體會到其實我哋係一個好軟弱嘅人。所以咧今日喺打風嘅一個星期日崇拜，我用一個正話講個題目咧就好有意思、好深嘅，大家會多一啲嘅體會。就有邊個人未軟弱過咧？有邊個人去幫助啲軟弱嘅？喺最近咧，我有機會咧去伊利沙伯醫院探病，我先至發覺，我真係嗰陣時先發覺，原來喺西九浸信會落樓下對面街有架小巴咧，就專線嚟嘅，就去伊利沙伯醫院。我有好幾次去探病嘅時候咧，我每次喺個小巴站即係等車等開車我就望見西九浸信會。我曾經試過有一次我嚟西九浸信會聚會啊嘛，所以第一次坐小巴時就好驚訝，咦，原來喺呢度喺教會樓下就有坐呢架小巴。我真係好想體會去醫院探病，大家可能都有咁嘅經歷。去探病嘅時候，就正正去體會到人嘅軟弱。如果大家探完病，你有冇試過喺嗰個等 lift 去落 lift 嘅時候，有啲親人圍埋，都會講好多。正話探病去探邊個親人嘅時候咧，好唔多，應該唔少機會，我哋會聽到咧嗰啲親友講一啲好嘆息嘅說。好多時因為即係佢個朋友、佢個家人、佢嘅親人喺即係病房裏頭係即係患咗好嚴重嘅病，即係覺得即係好無助，又覺得咧真係即係嘆息啦。點解會發生咁嘅事？我為咗今日嘅講道咧，預備咗10幾張嘅投影片，所以等間每講一張投影片嘅時候，我都話俾我聽啲投影片會講啲咩㗎。希望咧喺藉著啲投影片，大家聽到嘅時候咧，聽得更容易、更明白。嗱，第一張嘅投影片講咩咧？第一張投影片講咧就話咧，即係當我哋人越大咧，其實我哋要承認一件嘅事實，就係咧，其實人生真係咧唔會毫無難處。唔會一帆風順，唔會事事順利。所以雖然間我哋新年咧成日都見到面嘅時候咧，就話俾即係恭祝人哋咧事事順利啊，身體健康。其實大家都明白，我哋唔會事事順利，又唔會咧即係冇病冇痛，甚至咧我哋遲早咧都會遇上一啲咧不如期望嘅一啲嘅事，事與願違嘅事。
甚至咧我哋喺當中感到好沮喪，感到咧好失望、好無奈、好無助。不過咧，對於我哋信主嘅人嚟講咧，我哋同嗰啲唔信主嘅人有乜嘢分別咧？即係我哋會喺信仰嘅路上會經歷嘅，我哋都係同啲唔信主嘅人一樣，會有軟弱嘅時候。不過喺軟弱嘅時候，我就可以依靠天父上帝去面對呢啲艱難困難嘅事，我就可以祈禱，我就可以咧直接讀聖經，喺聖經嘅話語裏頭啦，得到引導。因為聖經係神所默示俾我哋信主嘅人去讀嘅，引導我哋走人生路嘅。我哋會一次又一次嘅經歷主嘅恩典，而且經歷主嘅恩典同憐憫，恩典係總係夠用嘅。主賜俾我哋平安，就會經歷到嘅。弟兄姊妹，當我哋咧人越大，我第一張投影片嘅右左邊咧寫咗一句說話，有句說話就當我哋越大，人大咗回望過去嘅時候咧，去睇自己嘅一啲軟弱嘅事或者困難嘅時候，我哋會更深體會到咧，就係以賽亞書嘅55章8至9節裏頭所講嘅，神嘅意念非同我哋嘅意念，神嘅神嘅事道路又非同高過我哋嘅道路。即係我哋好多時會覺得咧，就會問好多點解。不過事過咗嘅時候咧，我哋就明白咧，神有佢自己嘅心意。嗱，我講第二張嘅投影片咧，係一個真人真事嚟嘅。幾年前咧，我去參加一個嘅畢業禮，個畢業禮台上高咧，有一位畢業生去講畢業感言。嗱，佢需要佢個老師咧嚟去幫佢代言嘅。嗱，點解咧？因為呢個畢業女生咧，佢係又聾又啞嘅。佢點樣溝通？佢用手語。即係當時喺台上，我聽到佢講嘅咧就係嘅聲音，同埋一啲即係手喐動嘅一啲嘅動作。老師咧就幫佢解話。佢話呢位畢業生咧，佢點同人溝通？因為又聾又啞，聽唔到你講嘢，又講唔到嘢。佢係用唇語同人溝通。咩叫唇語咧？我哋講嘢嘅時候，個嘴唇會喐噶嘛。我哋喐個嘴唇咧，佢就解讀咧你講緊乜嘢。即係我哋呢啲咧會係睇一睇嗰啲即係占士邦啊，嗰啲偵探片啊，嗰啲人啊，遙遠望住你啦，你講乜咧？原來佢可以做到呢度。不過咧，我哋可以想象得到咧，呢個女生呢個姊妹，佢學呢個唇語去明白對方講說話咧，好艱難先學到。要好有毅力先學到。我哋都有諗，又聾又啞。嗱，佢冇講佢係咪一出世又聾又啞。總之佢站喺台上高，佢又聾又啞。我哋即刻感覺到呢一件係咩？人生嘅慘事。人生嘅慘事，我就好難，即係唔難想像咧。即係呢個又聾又啞嘅人，甚至我哋問一個問題。仲可以讀到啲乜嘢書咧？大家有冇諗過讀咩咧？我話俾你聽，呢個女仔係又聾啞，佢走去讀專上學院去讀書喎，讀咩咧咁？原來佢讀心理輔導啊！你想象唔到佢做心理輔導，佢點同我溝通啊？嗱，佢個心智喺邊度嚟咧？佢嘅心智就係我本身又聾又啞，佢好深體會到就係當佢有需要嘅時候咧，佢首先一定經歷到就係都唔知邊啲人幫到我。佢有一個咁諗，有一個諗法，有一個思維就係咧，佢好想去幫嗰啲又聾啞。一個又聾又啞嘅人，佢想幫又聾又啞嘅人。嗱，呢一個好特別嘅一個思維喎，唔會即係又聾啞，你會諗嘅時候咧，就係我好可憐，你請你可憐我，請你幫助我，我呢樣做唔到，呢樣做唔到，你幫我。不過佢唔係喎，佢個思維會出咗一個諗法，上帝改變嘅思維就係咧，佢諗點幫助人。嗱，我真係如果係咁講咧，佢因為有一個咁嘅諗法，佢決定咗去讀心理輔導，佢想去幫嗰啲又聾又啞嘅人。佢諗到嗰啲又聾又啞嘅人，冇乜邊個人能夠體會得到佢幫到佢。如果咁睇咧，又聾又啞係上帝俾佢一個特別恩賜，大家會點睇？當我講到恩賜嘅時候，好多聖經嘅時候，梗係叻嗰樣啊嘛，係彈琴好叻喎，上帝俾佢嘅恩賜。
佢説話好叻喎，有語言天分，呢個上帝俾佢恩賜。有邊個諗到原來又聾又啞都係恩賜？但事實上諗下喎，如果佢唔係又聾又啞，佢就即係佢就唔會諗到去幫又聾又啞嘅人。佢又唔會即係我哋都會諗到佢幫嗰啲又聾又啞嘅人點啊？指手畫腳啦，喐手啦，即係演我啦咁。但佢可以咁樣嚟幫嗰啲人嗱，呢個又聾又啞就成為佢嘅恩賜，而且因為又聾又啞，上帝改變佢嘅思維，佢嘅人生得到上帝一個好獨特嘅照明，就係你做一個又聾又啞嘅心理輔導員。好犀利喎！你發覺，所以當我坐喺度聽佢講呢個即係感言嘅時候咧，幅相影得好朦，因為我坐好後，好多人喺嗰度，我坐到直去聽，因為我冇辦法想像到一個又聾又啞嘅人可以有咁嘅決心。因為小姊妹，你睇呢個姊妹好矮細嘅，就比個老師矮一個頭，但佢有一個大心志。嗱，到第3章嘅投影片咧。就係咧，我引用一個咧職場神學家嘅説話。佢神學家講咩咧？佢話我哋嘅成長，用我哋嘅成長啊，去解讀神嘅呼召。呢一位咧又聾又啞嘅姊妹嘅成長，我哋肯定好艱難，好多掙扎，好多眼淚添啊，甚至好多曾經試過問好多問題，佢都覺得冇乜邊個開導到佢，或者可能真係有人曾經開導到佢都未定嘅。不過咧，我哋一定知道佢有好多苦痛，有好多咧唔明。但佢個苦痛咧，佢體會得到。既然間佢都冇，唔係咁多人能夠第一身嘅，好似有第一身感覺明白。但呢個艱難竟然間成為上帝嘅呼召，用一個咁嘅角度去睇呢個職場神學家咧，我哋嘅成長點樣嘅成長，喺成長遇到個艱難，原來可以成為神呼召我哋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要素。神呼召呢位姊妹個過程就係首先轉變佢嘅思維，之後咧就成就咗一件人生好美麗嘅事。佢成為一個又聾又啞嘅心理輔導員，佢考取咗一個專業資格。佢曾經戴上聖方帽，穿上畢業袍，行上禮堂，從院長手上攞咗嗰張畢業證書。佢個學習，我哋想象到啦，肯定比任何人都艱難。俾佢班同學坐喺度嘅時候，個個聽到老師講乜嘢，不過佢聽唔到。佢要付出超大嘅決心同努力。嗱，老師幫佢講感言嗰位老師講：喂，學校所有老師冇因為佢又聾又啞咧，可憐佢降低教學標準，冇啊，而係咧佢用同一個嘅即係畢業嘅標準咧，正規讓呢位姊妹正規畢業，讀完佢呢幾年嘅即係所有嘅科目嘅課程，完成嘅課程先至攞呢個證書，帶呢個4科目穿上呢個畢業。當然喺個過程裏頭咧，老師諗計仔好多方法。我覺得個老師都係挑戰，因為你點同一個又聾又啞嘅人溝通，講一啲好專業嘅嘢咧？同學又俾佢好多支持，喺有老師有同學俾佢一啲嘅支援，佢嘅決心，上帝喺個心裏頭俾佢嗰個呼召嗰個感受啊，嗰個領悟咧，佢好努力。呢位嘅姊妹用咗好多時間、好多心機。當然佢係基督徒咧，我哋即刻想像到呢位姊妹喺上帝面前祈禱，肯定好迫切。求主憐憫，求主祝福，求主加力，求主讓佢明白，或者咧即係能夠唔單止睇到書本嗰啲，能夠領略到老師同學同佢一齊做功課啊嗰陣時，佢點樣去明白嗰啲嘢？佢好心睇，我肯定佢好心睇，上帝同佢同在，同一個好軟弱嘅人同在，鼓勵佢，起碼做到一樣就係冇讓佢半途而廢。半途而廢呢句説話，其實就係中間好多艱難。佢好堅毅，上帝俾佢堅毅，終於佢完成呢個學業，成為輔導員，達成心願。嗱，信靠耶穌帶俾佢呢一份咧，喺呢個基督信仰嘅一份好大嘅力量。我同呢個軟弱嘅姊妹成為一個專業人士，我哋大家都體會到呢個信仰對佢係好大嘅支持。
佢咧即係上帝將佢嘅軟弱到咧不堪嘅，即係人只係覺得佢係需要幫助嘅人，即係需要可憐嘅人，即係佢甚至可能咧跌落咗喺佢人生好低迷嘅時候，上帝撐住佢。呢個耶穌基督嘅信仰撐住佢，耶穌係佢生命嘅主撐住佢，改變佢，讓佢嘅人生變得有光彩。我都可以想象喎，佢攞咗呢個證書之後，佢就開始去接觸嗰啲有需要有聾有啞嘅人，輔導佢哋，用專業知識輔導佢哋，加上用埋佢嗰個基督信仰，可以講佢用基督教嘅心理輔導。用聖經嘅說話，用專業知識去輔導嗰啲咧有聾有啞嘅人，甚至藉着呢個嘅輔導，帶嗰啲有聾有啞嘅人信主啊！然後俾佢一個好大嘅呼召。所以今日講到嘅經文咧，我用咗羅馬15章咧，因為15章裏頭咧講咗有教會有兩類嘅人，兩類嘅人係咩？15章裏頭15章嘅第一節所講嘅堅固的人同埋不堅固的人。其實教會真係，我哋翻教會內就知道啦。教會裏頭一定有呢兩種人，你信唔信啦？你會覺得一定有軟弱有堅強嘅人。嗱，作為牧者咧，我哋真係希望嗰啲信心軟弱嘅信徒有一日成為信心剛強嘅人，成為一個咧就係嗰啲不堅固的人變成堅固的人，軟弱的人變成剛強的人。嗱，羅馬書嘅15章正話大家讀。即係一齊讀嗰段經文1至7節咧，不堅固的人嘅經文咧，其實就係延續14章裏頭所講咧，信心軟弱的人。14章講啲咩咧？14章就話咧，佢將咧和合本就將23節經文咧分咗兩段。佢話1至12節咧個標題，和合本咩標題咧？佢話不可論斷你的弟兄。跟住13至23節咧就講咩咧？佢話不可使你的弟兄跌倒。嗱，羅馬教會係個咩教會？羅馬教會唔係純猶太人教會，又唔係純外邦人教會，兩個人都有，有外邦人嘅基督徒，又有猶太裔嘅基督徒。14章指出嘅咩問題咧？就話咧，其實14章講緊一啲有啲咩食物食得唔食得嘅啫，一個同食物有問題同食有關嘅問題。咁問題喺邊度咧？就係猶太裔基督徒咧。佢仍然守住咧舊約，你知舊約有啲叫做所謂不潔的食物同埋潔淨的食物啦嘛。猶太裔嘅基督徒去到一間教會都有好多外邦人嘅，你知外邦人做咩咧？好似中國人咁啊嘛，背向天上嗰個咧就食得㗎啦，即係乜都食得㗎嘛。即係猶太人咧就乜嗰啲外邦人基督徒咧就乜都食嘅。咁問題就係你啦，當嗰啲猶太裔基督徒同外邦人一齊食飯，食咗啲唔潔淨嘅嘢，不潔的食物，點算咧？點算咧？嗱，15章裏頭嘅堅固的人，就保羅稱呼邊咧？保羅稱呼唔係猶太人是堅固的人，保羅稱呼堅固的人嗰啲啊，係嗰啲外邦人啊。嗰啲食乜都食外邦咪叫堅固的基督徒，稱呼嗰啲猶太裔基督徒係咩？信心軟弱嘅，不堅固嘅。點解咧咁？嗱，我哋第4章嘅投影片講咩？第4章投影片就保羅就用咗呢一件事件咧，喺羅馬教會裏頭有外邦人，因為食物嘅緣故。猶太人就被猶太裔嘅基督徒被稱為軟弱嘅人，不堅固嘅；而外邦人咧就因為佢食物嘅緣故咧，就保羅稱呼話佢哋係堅固嘅信徒，信心堅強。保羅就用呢件嘅教會事件咧，去到15章嘅上半節咧嚟去提醒教會，我們堅固的人應當擔待不堅固的人的軟弱。就要求嗰啲信心剛強嘅人咧，去擔待信心軟弱嘅人嘅軟弱。嗱，擔待呢個字咧，都唔係我哋用嘅用詞啊，都講起上嚟咧，好似係都好陌生，即係有啲漏口都甩口。其實意思就係擔當、背負、支持嘅意思啦。嗱，跟住咧喺15章嘅1節下半節咧，保羅補充咧，不求自己的益處，意思就係咩咧？
就係咧唔好淨係掛住滿足自己，而要分擔其他人嘅重擔。嗱，呢句説話咧，就將焦點由自己身上轉移到別人身上，就好似現代嘅心理學所講嘅同理心。你有冇同理心？即係你企喺對方睇我呢個人係點樣啦？要設身處地，中國人説嗰句能夠設身處地去顧及別人，睇別人嗰個處境，就好似咧心理學所講嘛，着對方嗰對鞋，企喺人哋嗰個立場去睇人哋嗰個處境嗰個嘅情況。嗱，不求自己喜悅呢句嘅説話嘅語境係咩咧？即係有人求自己嘅喜悅。正如我話咧，喺個公園嗰度見到有人貼個牌叫不可踐踏土地，個語境係咩啊？即係有人踩入去咯，有人踩土地咯，係咪啊？不可吸煙即係咩啊？不可吸煙，有人吸煙咯。我曾經個內地教會啊，佢個賓館啊，唔係個吸煙添啊，佢寫住不可吸毒啊，即係你即刻想像得到啊！喺嗰間賓館啊啲房裏頭咧，有人喺度病埋吸毒。後尾我知道嗰個地方咧，個執事同我講咧，嗰個地方係製毒嘅地方嚟添，所以好特別。不可吸毒，即係有人吸毒。不求自己的喜悅，即係教會裏頭有人求自己的喜悅。嗱，除咗第一節裏頭有呢幾個字啊，不求自己的喜悅咧，第三節上半節咧講多次。不過呢一次啊，不求自己的喜悅咧，係用喺耶穌基督身上。去到第三節嘅下半節咧，嗱，保羅就引用咧詩篇69篇嘅9節，講咩？佢話辱罵你的人的辱罵都落在我身上。點解會無啦啦講下會講辱罵人呢個話題咧？我哋只知道，如果講耶穌咧，我哋就一定明白耶穌在世嘅時候咧，佢真係俾人辱罵好多次，羞辱過好多次，最尾先被釘上十字架。嗱，咁我就完全明白喎。但講呢段嘅經文喺教會講係乜嘢意思咧？好明顯咧，當保羅講引用呢件詩篇呢節經文嘅時候咧，又當時教會有堅固嘅外邦人，有不堅固的猶太人喺啲擺在一齊嘅時候咧，我就即刻可以咁樣聯想到啦。嗰啲堅固嘅人咧，講咗一啲好難聽嘅説話，令嗰啲信心軟嘅人咧感受乜嘢？佢俾人辱罵咗。嗱，呢個提醒我哋咧，有陣時咧，即係我哋唔能夠用自己，唔好用自己嘅角度咧去批評身邊一啲軟弱嘅人。即係甚至好似講啲咩説話咧？點解你唔能夠好似我咁嘅樣啊？點解講極你都改唔到㗎？點解你成日都咁樣嘅咧？嗱，呢啲説話咧講好容易喎，甚至講呢啲説話嗰個人咧都唔覺得係咩問題，覺得可能係提點對方，喂，你改過啦咁。但對於嗰個咧軟弱嗰個人嚟講咧，其實佢真係軟弱啊嘛，佢喺掙扎當中啊嘛，甚至咧佢係一個情緒好低落嘅時，冇人幫佢，仲聽到啲好難聽嘅説話，下下好似咧喺佢面上打一巴掌咁。所以第二節裏頭所講話，各人務要叫鄰舍喜悅，使他得益處，建立德行。嗱，呢句又好正面，要從一個咧能夠有同理心嘅咧諗到對方咁。其實呢句嘅説話對基督徒嚟講咧，無論喺教會內、教會外，其實都用得着嘅。即係要讓鄰舍喜悅嘅鄰舍，真係喺隔離鄰舍，唔係信主嘅人，要得益處。當然喺教會裏頭都一樣，要關心嗰啲軟弱嘅人，要有耐心與佢同行，同佢守望，等到有一日佢重新振作起嚟，成為一個堅強嘅人。所以今日咧，我第5章嘅投影片咧，就用翻我今日講到嗰個標題咧，就好明啊！有邊個未軟弱過咧？邊個幫軟弱嘅人咧？然後幫軟弱嘅人都有啲要求嘅喎，都有2個問題嘅呢個。去到第6章投影片嘅時候咧，我就會用翻咧，正話講過第3節裏頭咧，即係呢個不求自己的喜悅，講第2次用喺基督身上。第3節就話㗎，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悅。
不過第五節裏頭又講咩咧？講效法基督耶穌。到第六節講咩？講榮耀神。嗱，保羅引用咗耶穌基督做榜樣。佢唔單止講，當佢講喺教會裏頭有外邦人有猶太人，佢講耶穌基督，佢用耶穌基督做榜樣咧。佢講咩？鼓勵我哋，話主耶穌愛我哋呢班罪人，佢道成肉身嚟到世上擔待我哋嘅軟弱。嗱，耶穌第一個做擔待者，擔待我哋嘅軟弱，我哋嘅錯，我哋嘅罪，就好似彼得前書嘅2章24節裏頭所講，佢話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我用翻經文呢個咧，就用翻擔任孭咗我哋嘅罪，負責咗我哋嘅罪。嗱，保羅提醒所有信主嘅人，所有基督徒咧，信咗耶穌之後咧，其實行事為人咧，跟嗰啲唔信主嘅人咧，一定有分別嘅。信咗主嘅時候咧，我哋會咩？我哋會讀聖經，教會會有主日，我哋會參加主日學，我哋咧會喺主日崇拜聽講道，明白多啲聖經。我哋咧喺每個過程裏頭，每一次參加呢啲聚會裏頭，我哋會內化咧聖經嘅教導，甚至我哋會自己會背聖經。我哋每日咧未必好快睇到，但係我哋其實每一日咧都喺度更新自己，逐少逐少更新自己生命，慢慢取代咗我哋老我嘅想法，我哋以前嘅諗法。我哋信主嘅時候唔會突然間改變得好緊要，但係因為正正就係我哋咧每日都有啲改變，或者改變，你發覺咧人哋會睇到我哋真係逐少改變咗嘅，我哋嘅思維改變咗，我哋嘅價值觀改變咗，我哋嘅人生方向都改變咗。但係當我咁改變，但係我哋都要承認一件嘅事咧，我哋都係有軟弱嘅。如果唔係我哋有軟弱，我哋唔會犯錯嘅時候，我哋每次煮餐咧，我哋都會讀啦。保羅提醒哥林多教會弟兄姊妹話：你就要領呢個杯與餅之前嘛，要預先省察自己，免得自己吃喝自己嘅嘴嘛。呢個提醒就係話，其實我哋都會犯罪，我哋信咗主之後仍然都係軟弱嘅。如果用呢個咁嘅解讀嘅時候，我第7章個投影片就解釋嘅就係，我哋真係有軟弱。信主之後，我哋有時有個掙扎啦，因為聖靈喺定個內裏喺個生命裏頭啊，俾我哋有提醒，俾我哋有引導，提醒我哋咧，當我哋喺掙扎裏頭，特別喺失敗當中，你自己又感受到失敗喎，我哋點做咧？我哋就真係可以向神祈禱啊！主啊，求你幫助呢個軟弱嘅人改變。我哋都係一個軟弱嘅人，我哋就算做咗牧者，我自己都好深體會。我作為牧者，我都會體會得到，我都係一個軟弱，我都係仍然會失敗。有陣時我都會發脾氣，有陣時我都會講錯咗唔應該講嘅說話，或者有陣時有啲唔好嘅思維都諗咗出咗嚟，我哋都會嘅。所以當我哋感覺到自己嘅時候，我哋同神祈禱。我又講個例子俾大家，即係講一個咧點樣一個堅固嘅人去幫不堅固人，或者信心剛強嘅去幫一個信心軟弱嘅人。即係用一個貼地啲嘅例子就係咧，父母為仔女咧就容易理解好多。即係父母為仔女甘心樂意咧去付出教育仔女嘅代價，嗱，令佢哋咧健康快樂成長。作為父母咧，一定好樂意咁做，死慳死抵。啊，正如我以前我阿媽同我即係好窮困我哋嘅時候咧，蒸碟魚肉我哋食，跟住阿媽話咧，佢啲魚骨好好味，我食魚骨。我哋細路仔真係以為啲魚骨好好味，阿媽食魚骨，大個咗就明白啦。阿媽留翻啲魚肉俾我哋食，佢即係選住魚骨，選啲汁，少少肉，咁就食佢餐飯。嗱，做父母會樂意做。上一代嘅父母為仔女咧供書教學，做好多份工，做完一份又一份。我喺北區咧，而家帶啲弟兄姊妹派物資嘅時候咧，我就派啲物資喺橫街窄巷咧，嗰啲倒垃圾執紙皮嗰啲人，佢倒完垃圾嗰個老街坊咧，嗰個就話啦，我倒完垃圾，我等間去執紙皮，喺晚上喎先至執嘅，賺幾多錢咧？其實大家想仲執好多錢。嗱，作為父母咧，好樂意做呢樣。嗱，現代父母就更加另外一個層次咧，就咧肯慳一啲錢，自己使少啲啫嘛，俾仔女去補習。
俾仔女學興趣班，甚至咧去參加遊學團，擴闊視野，希望佢咧第日咧即係叻啲，學業有多啲成就，學有所成，能夠咧即係有好啲嘅成績。你發覺父母係好願意咁樣做。嗱，我點解講呢個例子咧？如果用父母嘅心，用翻喺教會相交生活，以一個堅強嘅信徒為軟弱嘅信徒關愛同行，讓嗰啲軟弱嘅人經歷到咧神愛佢。弟兄姊妹個愛對啲弟兄姊妹代表神去愛佢啊，俾佢關愛，佢體會得到神愛佢，多一點支持，多點突破喺佢人生低谷嘅咧，就係多份力量喺軟弱嘅當中能夠站立翻起嚟，堅強起嚟。我相信呢啲係我哋可以用咧喺教會可以做到嘅，即係一啲嘅事。我都問啦，即係願唔願意同教會裏頭一啲軟弱嘅人同行咧？拍佢膊頭，攬攬同佢一齊。我第8章嘅投影片就再解釋多少少咧。不堅固的人是怎樣的人？嗱，不堅固的人，呢個不堅固的人咧，喺希臘文有嘅意思咧，喺再次喺邊度咧？喺使徒行傳嘅14章8節出現過。不過個翻譯咧，一個處境嘅翻譯咧，嗰個字希臘文嘅字咧，翻譯為兩腳無力的人。嗱，即係信心軟弱的人就似乜？如同一個兩腳無力的人。佢即係大家都有想象啦。如果佢要站起嚟啊，佢需要有人幫佢一把，扶佢起身，先至起到身，係兩腳無力噶嘛。嗱，同行咧就係與嗰啲軟弱嘅人同行，陪伴佢咧走過人生嘅低谷。當我咁講嘅時候，喺你腦海會唔會諗起一啲人嘅相貌咧？你覺得佢軟弱，或者咧其實你都知道佢軟弱，有冇你諗起呢啲人咧？我可以點做咧？咁正如我話聽，我正話過我發現咧喺西九浸信會對面街有架小巴去伊利沙伯醫院，可能就係陪佢去醫院探，或者嗰個軟弱嘅人就喺伊利沙伯醫院裏頭留緊醫，或者陪一啲嘅弟兄姊妹咧去老人院探佢。兩老有陣時喺個家庭屋企人曾經有家人去過老人院，就知道唔係真係想個老人家離開自己同自己住過嘅老家，真係迫於無奈，自己冇能力照顧佢，以至咧即係先至能夠安排佢去老人院，讓佢即係令到老人家咧唔能夠一齊住，唔係想嘅。能夠陪呢啲弟兄姊妹一齊去老人院探下佢屋企人，多件好事。或者個弟兄姊妹個軟弱嘅人就喺老人院，你上去探個老人院都係好孤獨嘅，冇乜嘢講嘅啫，坐喺度。特別老人家唔俾你左下手，唔係俾你落嚟行就行，會跟你跌倒。你去探佢係一個好特別嘅支援，你同佢祈禱，即係你久唔久再去探佢，好開心見到你，因為佢去得老人院。未必翻到教，你去探佢，你同佢唱下詩歌，讀段聖經俾佢聽，同佢講兩句偈，好開心啊，好傷心。甚至你可以咧同某個人你約佢出嚟食餐飯，唔使多嘅，只有食餐飯，請佢食餐飯咯，聽佢講嘢。可能你講說話嘅對象都唔，你就聽佢講嘢，就俾佢神冇嘢做㗎。你神其實一種同行嘅，佢揾到有個人。肯聽佢講，佢可能冇人俾佢機會講下嗰啲好難嘅事，甚至佢會覺得我講親都有人話我嘅，唔好意思講，你就係聽佢講，聽佢呻，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資源。嗱，我話咧第9張投影片就我一次睇文章睇到一句咁嘅說話，我覺得好有意思喎。佢話呢個人點講咧？佢話咧強者特別需要學咩咧？好強嘅人啊！特別需要學咧，聆聽弱者嘅吶喊，吶喊即係大聲嗌咁搞嘅弱者大聲，或者咧察覺弱者嘅靜默，乜嘢都唔講。突然間點解唔講？以前好中意講嘢，點解依家乜都唔講嘢，病埋一角咧？堅固嘅人應當擔待不堅固人嘅軟弱，係一個咧
係要付代價嘅要求。起碼你話我同人去探老人院，我今朝早同牧師講，我琴晚好早瞓，因為我感冒。因為我早兩日咧就陪一個老弟兄，80幾歲嘅老弟兄去老人院，去泰國嘅老人院探佢中咗風，一個老姊妹，佢癱咗噶啦，借咗佢手。我冇特別留意，我都戴咗口罩，因為我帶咗主餐包同我一齊領主餐咯。我摸開嘅時候，個老姊妹強唔強？我翻到嚟先啦，我又強唔強？我知我中咗招啦，所以我咧琴日去睇醫生。我周身即係肌肉痛，我所以琴晚食咗藥之後好早瞓覺，所以牧師打電話俾我咧，聯絡我唔到，佢話俾我聽今朝早改咗啦，唔可以去教會，要喺網上。我哋都係咁，我哋有陣時發覺咧，如果你要做一個堅固嘅人去擔待不堅固軟弱，有陣時要付啲代價嘅，有啲代價。所以咧喺擔待呢個過程裏頭咧，即係中咗招小事啦，睇醫生食藥咯，即係咁嘅啫。咁但係可能有陣時覺得難處多過呢啲嘅。不過喺15章4節就特別提到啦，神會賜人忍耐同安慰。大家有冇聽過一句說話？一句說話咧叫做世界輪流轉啊！以前如果老一輩會聽嘅，鄭少秋有首詩有首歌係嘛？輪流轉係嘛？幾多乜乜乜嘅係嘛？嗱，世界輪流轉呢句說話咧就有啲比較通俗嘅話，不過咧你問咧呢句係人生老練嘅說話，即係今日剛強唔等於日日剛強，我總有軟弱嘅時。如果應用翻喺教會嘅場景裏頭咧，每一間教會都一定有信心堅固嘅信徒，亦都有咧信心軟弱嘅信徒，一定噶啦，唔會全部冇，全部都係全部剛強或全部軟弱，總參雜都有啲喺度。並且咧，我哋都好承認，你同我都唔會係不倒翁。正如我好簡單講，我傷風感冒，我都唔會話俾夠膽話，我係一個永遠唔會有病嘅人。你會唔會咁講？唔會啦，我哋會有病，大病小病啫嘛。我哋都唔會係一個不倒翁，永遠紮到馬企喺度，冇軟弱嘅人，冇任何難事難到我嘅。我唔係一個咁嘅人。我哋總有軟弱嘅時候，呢個係好真實嘅。你試下諗下，漫漫人生路，即係信心堅固嘅信徒，會有一日遇到啊某啲事件，令佢咧嗰個角色轉變咗，轉轉係佢成為一個信心堅固，佢轉變角色成為一個不堅固嘅人，佢轉變成為一個軟弱嘅人。有陣時呢啲事件可能好少嘅啫，少到不得了啊！即係你估唔到嘅時候，正如我自己喺翻工以前喺銀行做，我同我講過一句說話，一個處境啊，10秒都冇咋，我就跌咗2年啦。就咩咧？老闆俾晒嘢我做，你仲有乜嘢做咧？咁，哇！我即時呢句說話打中個要害，我即時食飯冇食到，我坐咗喺中環做嘢，我坐咗喺政府刊物銷售處呆咗1個鐘，跟住翻去跟跌咗2年。我哋唔會係不倒翁嚟噶，頂住。喺個軟弱嘅時候，我哋轉就軟弱嘅時候咧，其實我就好想咩咧？有人擔待下我，扶下我，搭下我膊頭，鼓勵我，與我同行，安慰下我，為我祈禱都好啊！我期望重新得，我希望重新得嚟。我哋都係咁，我唔會咧，我哋唔會係不倒翁，唔會永遠都係一個咧堅強嘅人，剛強嘅人，信心剛強嘅人。嗱，如果我咁講，我哋係好容易記到別人對我唔好嘅事，你會唔會認同啊？有一句說話咧，佢就話人生不如意的事10常八九。我話10件啦，就有8、9件係唔開心嘅，第1件開心嘅啫，係唔係咧？嗱，我解讀會係咁，我解讀就係咧，我哋係將嗰啲唔開心嘅事咧，就刻骨銘心記到入心入肺；嗰啲開心嘅事咧，就好容易唔記得咗，好容易唔記得咗。所以人哋對我唔好嗰啲嘢咧，我就刻骨銘心記住佢，你點樣對我唔好咁。我哋就會就算嗰啲事件過去咗好多年，我哋都會咧喺今日都會仲記得，仲會諗起佢就因為你咁嘅緣故，令到我今日變成咁嘅樣，自己好唔開心。但嗰個人完全唔知你咩事喎。
我唔知大家有冇同感？嗱，我第10章嘅投影片就會咁樣講啦。值得我哋多做嘅即係咩咧？甚至每個禮拜、每個月、或者你揾啲定期做一次咧，就係提醒自己諗下嗰啲曾經幫助自己嘅人。我喺軟弱嘅時候，曾經有邊個幫助過我嘅？邊個令到我咧今日多一點成就嘅？邊個令我咧今日變成一個多一點勇氣嘅？令到我成為咧多一點對神有信心嘅人？喺我個信仰裏頭，我以前唔侍奉嘅，我依家咧好願意參與侍奉嘅。或者咧有邊一個咧係令到我能夠有做事能力多一點嘅人？諗下呢啲人，我哋有嘅一定有嘅。人生幾十年點會冇？學生都有。試下就算做學生，有邊個走埋同我一齊去溫書啊？走去圖書館溫書，一齊打波嗰個都得啊！等佢能夠一齊成長路，一齊有個伴，有個伴啊！嗱，當我哋咁樣去做嘅時候咧，你發覺呢個幫助呢個意思啊，曾經諗下邊個幫助？呢個幫助呢個字係好正面嘅，呢個詞語係好正面，係帶俾我哋正能量嘅人。你諗下有邊個人曾經帶過俾我哋正能量嘅？記住呢啲人，唔好記嗰啲傷害過嘅人，嗰啲唔知道。你記住你曾經幫助嗰啲人，你發覺你自己多啲正能量，你就會咧。讓避免自己停留咗喺過去嗰啲咧唔開心嘅經歷，淨係諗嗰啲唔開心嘅事、唔開心嘅人。我諗下嗰啲開心嘅事，邊個人我要學嗰啲人，我自己都成為一個正面啲嘅人，我自己都可以咩啊？挺起胸膛，昂首挺胸，我都多啲活力啊！我都成為一個更有即係見證嘅基督徒啊！人哋見到我都即係俾我一個評語就話：呢個人信耶穌嘅，呢個人返教會嘅。好唔同嘅喎，嗱，所以佢講到我進入就快結尾啦，我就講到咧15章嘅5至7節裏頭咧，天父話提過忍耐同埋安慰嘅。15章5至7節講乜？佢話願賜忍耐安慰的神，叫你們彼此同心。嗱，呢句嘅説話表明一樣咧，信心堅固要擔當信心軟弱嘅人要做嘅事咧，但係要付代價啊嘛。其實唔容易嘅，我即係咁講下，呢句說話好白嘅，唔容易嘅。點解啊？你要忍耐，要被安慰，你就明啦，你就明啦。喺當中咧，彼此同心啊，係需要你需要付一啲代價，要做一啲嘢嘅，即係能夠嗰啲人幫助我，我又記咗咧。其實佢付咗代價嘅，我哋喺當中咧，不過咧喺個過程裏頭咧，就能夠擔待到軟弱嘅人。扶起到嗰啲軟弱嘅人，所以咧，我跟住第11章嘅投影片就係解釋啦。第11章係咧，就當我哋受到挫折嘅時候，我幫人，如果幫到一個地步，我做喺個過程裏頭，有人我受到挫折，嗰人鬧我，你有冇試過你幫人俾人鬧啊？有人噶喎，佢唔明，後尾佢明就另外一件事。頭頭佢你幫佢嘅時候，佢覺得我哋煩佢啊。即係有陣時你受到挫折，甚至你俾人誤會咗，你覺得受苦啊，唔開心。嗱，忍耐同安慰咧，我就話咧呢兩條支柱嚟嘅，大支柱，讓我哋喺呢啲幫人嘅過程裏頭咧，承受到呢啲壓力，甚至咧願意忍受呢啲唔開心，願意咧更加默默嘅為嗰個對方祈禱，就好似呢兩條支柱撐起一層樓咁啊！嗱。我解釋下忍耐咩？忍耐好明顯啦，唔係上帝忍耐我，又唔係對方人，我哋嘅忍耐。一個堅固嘅人要付出忍耐，我要付出忍耐的努力。安慰咧，又唔係自我安慰，而係主賜俾人內在嘅力量。上帝安慰我，讓我喺裏頭有份力量，一份屬天的鼓勵。即係忍耐，我要付出嘅努力。安慰咧，係上帝賜過俾我嘅一份嘅內裏頭嘅能力，喺擔待嘅過程，主賜俾人忍耐安慰嘅祝福，呢個祝福嚟嘅，讓我哋咧能夠同時間咧經歷到咧主嘅同行。軟弱嘅人經歷主嘅同行，因為我代表主同佢一齊，而係我軟弱，我喺嗰個過程裏頭咧，我付代價咧，上帝都同我一齊擔待。當然唔係死人咧，有上帝同行啊嘛。所以正如第7節裏頭講到咩咧？佢話你們要彼此接納。
嗱，呢個咧講彼此就係雙向嘅，雙向就係咧雙向要求，又要為咧聖經有提到，又要使基督，又要使咩榮耀歸俾神。呢個講咧信心堅固嘅人或者信心軟弱嘅人咧，都要成日記住一樣啦，都要諗，大家都基督徒諗，能唔能夠榮耀神而做呢件嘅事，以至能夠彼此同心。當我哋諗到呢個共同嘅共通點啊，就係我可唔可以榮耀神咧？軟弱嘅人又諗，堅固人又諗，可唔可以榮耀神？所以咧，我第12章嘅投影邊係最後一章啦，我咁寫啊。我話弟兄姊妹啊，我哋作為基督徒咧，你常常要自覺咧去問我做呢件事、嗰件事能唔能夠榮耀神？但如果唔能夠造就人，如果唔能夠造就教會，做咗會令到教會不和、唔同心嘅，咁就唔講嗰句說話，唔做嗰件事，甚至講完傷害人嘅，唔好啦，唔好講呢句說話傷害人。咁樣做嘅時候咧，我哋待人處事嘅方式會改變啊！當我哋有一個咁嘅思維啊，嗱，神改變嘅時候，我哋要把持呢個思維就係做呢件事可唔可以榮耀神？講呢句說話可唔可以榮耀神？咁樣咧，其實我哋待人處事嘅方式會改變好多嘅。以前可能咧一出口就講，依家立住先講呢句說話嚟榮耀神，有冇傷害對方先？唔講，我哋會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能夠做到彼此建立。我哋彼此建立嘅時候，教會又更加同心，大家都咩？都諗住能夠榮耀神，大家都生命能夠被建立，大家都能夠咧，即係彼此接納、彼此堅固，大家都能夠咧一齊堅固同行，一齊同心嘅，我哋先能更加興旺教。所以今日咧，我就會講到呢度，我同大家有個祈禱作為今日講道結束，大家一齊祈禱咯。早上，但係我哋為到今日嘅信息仰望，就因主手裏頭，我哋好明白，我就好知道，我哋都係一個軟弱嘅人。我哋咧唔係不倒翁，我哋喺有陣時係一啲好細微嘅事，我哋冇諗過嘅事，我哋喺想象唔到嘅時刻、地點出現嘅時候，我哋成為一個被打擊嘅人，成為一個軟弱嘅人。早上，就我哋感謝你，你係我唔單止係耶穌基督我哋嘅救主，都係我哋生命嘅主。願意喺我哋人生路上，唔係淨係喺我哋剛強嘅時候，喺我哋軟弱嘅時候，拖住我哋嘅手，拖帶我哋，引導我哋，改變我哋嘅思維。求主幫助我哋，能夠喺教會裏頭成為堅固嘅人，有願意去擔待、去幫助、扶持唔堅固嘅人、軟弱嘅人，讓教會能夠成為一個咧更加同心，能夠咧更成為一個咧侍奉主更大能力嘅教會。求主祝福西九浸信會嘅眾弟兄姊妹，奉耶穌基督聖名祈禱，阿門。